背叛我是吗？不敢。那你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我不能杀他。天目童救过我一命，我不想欠他情。好，留他一条命也行，不过你得看紧他，不能让他再破坏我们的计划。还有，别忘了，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去干什么的。绝不敢违逆。天目童，天目童，天目童，你醒醒啊！全妖啊！站住！在那儿呢！怎么样？元气损伤严重，那还有救吗？恶病还需灵药医。这灵药是指？生生造化丹。那敢问太医，这灵药何处可寻？我曾在皇后处见过，去年皇后生辰，曾派人花许多重金去药仙处求得2粒，视为续命神药。皇后，今天你来这儿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在下明白，在下从来没有来过此处。告辞。妖怪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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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皇后寝宫，走，快！皇后，皇后，你没事吧？是犬妖。走，追！报告娘娘，属下无能，又让犬妖给跑了。加派人手，保我寝宫安全。是。不光我这儿，公主的寝宫也要加人。是。等等，天目童这2天在干嘛？听说他在闭关修行，云香容还在为他守关。哼，闭关，该你管事的时候你不管，这个臭道士。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乐平，这么晚了，又这么危险，你怎么还过来呀？我听说母后宫中有犬妖出现，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母后。母后这儿有这么多守卫看守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个犬妖怎么会到母后宫中来？谁知道犬妖在想什么呢？我看这个犬妖就是个神经病，到处乱跑乱咬。都给我紧一点啊！皇后寝宫有犬妖出没，这里的人分成2波，一波保护皇后寝宫，一波保护乐平公主寝宫。那这里怎么办？留2个人就行了，皇后和公主的安全要紧。你们2个留在这儿，其余的人跟我走。你打我屁股！你打我屁股！你打我屁股！哎呀！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疑是地上霜。对，我要吃这个。这是什么声音呢？你进去看看。你怎么不进去啊？你先进去看看。要不咱们去外面叫人，一起进去。报告皇后，犬妖在陶公公住所出现。难道犬妖来我这儿是故意调开人手？
母后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锦城，你现在派人送公主回宫。是，公主，请。皇后，公主已经安排人护送。好，立刻赶往陶公公住所，不能让他得到仕旅图。是。禀告皇后，我们来迟了，已不见犬妖踪影。给我搜，给我里里外外搜。是，来人，给我搜。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吧！哎，快进来。